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7月20日公視台記台下晡新聞，我是陳淑君。咱先來看今仔有什麼新聞重點。今年8月漢光演習頭一屆會有長網的演練，國防部長強調講，行動網絡的降速，固定網絡無受影響。新北市議會下黨派的議員成立台語復興議員聯盟，要來推動台語家庭，希望講制定明確的台語政策。2026年世界盃腳球賽，西班牙拍敗阿根廷，16打，閣再摕到西班牙隊史上第2座冠軍，也毋過兩隊所發生衝突。來關心天氣哦，氣象署指出，這禮拜攏算是典型熱浪的天氣，中南部雲會較濟，受到西南風影響，南部地區會落陣雨。今仔過到中部以北、宜蘭花蓮甲山區，嘛攏有可能會落雷公雨。在中南部地區的話，以及外島的澎湖這些地方的話，整天都是會有一些不定時的短暫陣雨或是雷雨出現。而在其他地方，或者還是維持午後雷陣雨的一個天氣為主。那我們要特別提醒，就是說，像是在北部地區以及各地一個山區上面來講的話，今天的話還是會有一些局部短時豪雨發生一個機會。拜三到禮拜哦，西南風會減弱，南風的水汽嘛會減少，太平洋高壓會淡薄仔增強，天氣會較穩定哦。各地攏是好天，正燒熱的天氣，大約是到32度到35度。新北市中華甲花蓮創國部分地區嘛有可能出現36度以上的高溫，所以民眾出門都要特別注意。中年油品有致癌的成分，台北市長蔣萬安號召7月25上街頭抗議。國民黨的立委今仔早起嘛去總統府頭前來聲援絕食真濟民意代表，批評講中央的反應上慢，要求趕緊修法。民進黨是表示講食安法確實應該趕緊修法，呼籲朝野合作來建立完善的食安機制。中年油品致癌物苯便比超過標準的爭議，引發全台食安的風暴。內亞民意代表19起哩開道絕食抗議，立委20時出動 LED 宣傳車，講要甲規個台北驚透透。批評中央一直攏查無原因，閣一直咧閃責任，要求修法愛加速。食安修法刻不容緩，食安修法。行政院長卓榮泰前幾天強調，會甲源頭甲制定管理強化，還閣有疫情狀況通報機制、三級品管制度，而且承諾要甲數位治理加強。不過，內亞立委對這個管理的制度不足，認為愛為法制全面來起鼓，建立源頭就愛早起來制度，採取零容忍、零冷靜的態度，包括甲預防性落實寫入去法律，建立規範制度，閣要設置疫情狀況立即通報通道，保障通報的人。有強制標示主要原料的原產地，不能只寫着台灣製造，讓消費者完全不知道黃豆油料的來源來自哪一個國家，徹底防堵洗產地的疑慮。除了修法要求業者把原料產地寫出來，南委嘛主張應該把違規的廠商行政罰款為2億提懸到10億。國民黨團希望爭取在咧24時把修法草案提交去議會。台北市長蔣萬安針對7月5起開道抗議，強調食安無分黨派，要招民眾穿白衫站出來。7月25號，我們希望大家共同關注食安、關注民生的議題。我們不談選舉，所以我們也不分藍綠白。我們希望大家共同關心彼此，關心我們自己以及下一代的健康和食安。究責這當然是應該要的。那更重要的是剛剛講到的，這次食安法呈現出還有不足的部分。在上一次大規模的修法後，那已經補足不少，但是還是有不足的部分。那如何把這個不足的部分好好的補上？那我覺得也是我們必須要藍綠合作，在立法院好好修法的工作。民進黨團書記長黃文就呼籲，朝野愛鬥陣合作，把食安法修法好，讓人民會當安心。針對內亞在咧25要招民眾去哩開道抗議，黃文表示，台灣是民主社會，尊重各界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記者綜合報道。來關心陸軍編9.8億預算買26套無人機反制系統，也毋過包廂3屆驗測攏無通過。今仔日歡迎朝野立委嘛攏真關心。另外，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NCC 配合8月漢光演習，頭一屆規劃要斷網，14關切行動網絡會受到限制。國防部長顧立雄今仔是強調講，行動網絡會降速，固定網絡的部分是未受到影響。
漢光 A10的城鎮輪型演習8月就要起稿，國家通信傳播委員會 NCC 配合佇今年頭一屆規劃切斷網絡的科目，按算有14個縣市行動網絡會受阻礙變慢鈍。不過，這屆演習範圍並無包含東部甲南部，引發國民黨立委甲陸軍的質疑。請問，在這半小時的斷網降速當中，如果真正的人民的生存、生命的安全出了危害，到底誰要負責？固網的部分並沒有受到影響。那這個也會考驗我們國軍的這個在這個模擬的這個情境想定之下，我們的這個指管通訊備援的能力。也拿着軍編新台票，到約8000多萬的預算，向國內廠商買26套固定式無人機反制系統，進行刷傳出標調的廠商交會驗收出問題，復驗也無過關。立委也關心，敢會影響到國防戰略、甲前線防衛能力。經過3次的測試的都沒有辦法達到軍方的要求哦，所以就是等於就是說他就是沒有過關。主要就是在於他的那個搜索雷達跟那個被動雷達的部分呢，他就面對這些多批次的這個無人機，他沒有辦法有效的這個整合。顧立平表示，這個無人機具特別條例主要按照外海邊的艦橋、偵察，還有攻擊型無人機、甲無人艇等等的專案需求。也那其他的無人地面，也是水海這區，也是規劃要買，會用少量驗證，也是委託請中科院來檢測。也那有風聲講，瀾水艦國造觀興艦海鯤號，按算8月下旬完成各項的測試甲驗證。顧立平強調，海鯤號瀾水航行的測試，一切是以安全佮品質是上重要，無8月底9月初這款的時間限制。記者綜合報道。今年香港有4間獨立冊店，互警方搜查，有11人互抓起來。今仔早起，咱國內的獨立冊店甲出版業者佮開記者會來聲援，伊是呼籲大家做伙來關心捍衛出版甲言論自由。香港獨立冊店店員徛停停，互警察掠走，這件代誌嘛引起社會關注。香港今年已經有4間獨立冊店互警察搜查，11個工作者涉嫌煽動罪，香港警察逮捕。國內有獨立冊店拜一開記者會，聲援香港的獨立冊店，嘛呼籲台灣社會做伙守護出版甲閱讀自由。香港這一次的事情，它法治的改變之後造成的這樣的一個寒蟬效應以及外溢的恐懼，其實是有點像溫水煮青蛙。所以它必須要有非常模糊的紅線，讓你自己去對未知產生恐懼，然後自己去限制自己。今天這本書為什麼有問題，我們不知道。今天抓了賣書的人，那接下來會不會買書的人也被抓？台灣主業的代表指出，香港警方表示查扣的是有煽動意圖的冊，不過卻無甲標準講較清楚。那冊店出版社無法度判斷什麼款的內容會違法，都可能結刑事責任，開始自我審查，連作者創作空間嘛受到影響。有這款加中國較近的研究，香港足精彩吼，即馬香港的大學袂當出版，香港的學者無法度出版，香港的新聞工作者無法度出版，這個中國研究真正就無啊。台灣出版業甲獨立冊店的代表攏認為，香港長期是華文出版真重要所在，嘛是華文世界研究甲理解真相真重要的來源。那香港出版自由繼續受到限制，影響的唔那是香港，嘛衝擊規個華文的出版環境。記者郭正陽、王志剛台北報道。中央研究院院長陳建仁上任了，今仔頭一屆去立法院備詢，針對油品食安的問題，陳建仁是表示，中央甲地方着愛密切合作，政府甲業者着愛做伙閉關，嘛呼籲廠商着愛落實自主管理。國民黨的立委是質疑講，陳建仁捌講過做行政院長是伊最後的政務公職，質疑講伊違背家己的承諾。也毋過，陳建仁是表示講，中研院是學術研究服務的單位，並無違背。中研院進前才舉辦議事會議，新任的中研院院長陳建仁20頭一屆到立法院教文委員會來報告備詢，針對最近致癌油的風波繼續咧發酵，國民黨招人上腳踏雞蛋大道，要求賴總統道歉，倒用台的落台。對着這件代誌，陳建仁提出建議：中央跟地方的密切合作，
一定很重要，而且也希望這樣的合作也帶動了廠商要提高警覺。這陣的是哪位對着陳建仁捌講過，做行政院長是伊公職人生上後一個石頭，針對這件代志輪番提出對伊的質疑。有沒有違背您自己的承諾？您的同事、我們的社會、我們的公民自有一把尺。仍然擔任特別研究員的工作，我還是從事學術研究的工作，那我也是從事學術行政這樣的一個工作。立委嘛質疑少驚話一個 AI 時代，這資源甲人才攏去予半導體甲城去，按那中間院敢有因應對策？傳統的一個人文社會科學呢，正面臨前所未有的一個生存的一個挑戰。人文社會科學的部分我們中央研究院的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所或者是研究中心呢，實際上他們做了很好的研究。立委嘛煩惱這一屆院士會期，敢若選出19位的院士，無到滿額40人的一半，質疑講是不是人才有出現短暫的危機。我們希望說可以為台灣培育下一個世代的大師級的師資，但是中研院這邊是不是應該主動出擊？不能夠用院士的人數來說它的空洞化，因為我們就是完全按照學術表現來選出，而且這些選出的人都是相當的傑出。對着哪位以院士管中敏的言論來質問陳建仁，社會是不是關心中間院的院士會議？啊，若是陳建仁強調社會當然關心，啊，那媒體嘛袂少報道，伊尊重管院士的個人想法，啊，不過迄是少數意見，唔是大多數的意見。記者綜合報道。進前台北市會新律全國頭一個台語復興連線，今仔新北市會下黨派議員成立台語復興議員聯名。議員是表示講，除了推動台語家庭，嘛望講制定明確台語政策。恢復台語意識，重建台語環境。新北市議會有真濟議員贊成成立台語復興議員聯名。這是自台北市議會以後，全國第2個在議會成立台語連線的。台語復興議員聯名的發起人吳淑君議員表示，目前新北市府干那靠家庭教育中心來推動文化部的台語家庭計劃，不過要全面推動台語發展是真無夠。議員表示，會鼓勵市府各局處加入，讓台語政策愈明確。家庭教育中心伊嘛是配合着咱文化部的台語家庭政策來做推動哦，所以伊並無法度更加去設立更加儕政策來，互咱的台灣台語會當日常來使用。比如講，咱在坐公車的時陣，咱可能有一寡服務人口，咱會當來打工，咱會當用台語來服務哦。在這個狀況之下，其實應該有更加儕局處會當來加入，甲咱台語的政策會當明確化。台語團體希望聯名會當推動市府在學校實行課時語言，建立講台語的自然環境，嘛着做語言會長，增加台語的公共服務。台語團體指出，根據2020年的內政部普查，新北市6歲以上主要講台語的人口佔26%，是北部台語人口上集中的都會區之一。台語團體希望新北市議會成立的聯名，未來會當監督市府建立台語發展制度，嘛愛重建台語環境。愛有這個專職單位嘛，吼，而且愛是下局處的，吼，袂當干注重佇個文化甲教育。第2個就是希望會當建立這個甲台語的環境，擱甲重建起來，吼，轉去到這個以前台語是這個社會共同語的這個環境。第3個當然是為教育做起。有參與聯名的陳乃如議員表示，針對建立台語教育體系的部分，去年在新北市議會已經有提案爭取台語實驗學校。嘛有議員表示，說來進一步爭取要推動台語相關政策的預算，讓台語發展的工作愈順時，嘛讓新北市會當開放台語環境。記者盧尚珠、鄭春友新北報道。過來新聞哦，來看台電協力廠的廠長詹文宏指控講，在辦採購案的時，收廠商220萬的烏錢，佮家己藏佇徛家的天棚頂頭。台電南口發電廠的廠長朱英忠嘛收廠商的烏息80萬哦，愛廠商來替伊買股票。台北地方法院今仔是判詹文宏有期徒刑7檔，朱英忠判9檔，這個廠商是假罪4檔。另外，中油的前執行長齊涵指控講收2000萬的烏錢。在宣判之前，佮落跑美達港互掠着，今仔嘛互檢方起訴。牽連貪污，洪帶轉去調查。捌做過台電協力廠的廠長詹文宏，任內涉嫌利用採購案，真濟屆向廠商收烏息，協助得到標案通過驗收，洪指控賺220萬，佮藏佇徛家的天棚。專案審買1年，台北地方法院20宣判，以及按照貪污的無違背職務收烏息等等的罪名，判詹文宏7年，替代公權4年。
那詹姆洪一審紅判有罪，那靠火力發電廠的前廠長朱文忠，共款洪查到佇任內用共款的手法受訛洗，驚代志曝光，佫涉嫌甲廠商協議，甲80萬的壓榨錢暫時囥佇業者的口座，要求買股票投資，一審紅判9年，體罰公權4年。專案甲人訛洗信號業者是紅判1年6個月，緩刑4年，毋過會使向公庫納200萬。徵信的前主管他因為坦承犯行且有具體事證，所以我們已經在2026年的4月都將他依規定來予以免職。至於這個朱姓主管因為他沒有認罪，所以我們從2025年4月就將他停職到目前。那他現在這個部分已經送到懲戒法院。這站買台經過檢方擴大偵辦，懷疑早在7、8年前的採購案，都人員受訛洗，了後炭燒做設計廠集體貪污的風波。涉嫌貪污的公務人員，還有中油煉製事業部的前執行長齊漢，洪指控受訛洗超過2000萬。伊佇要宣判進前破壞電子監控的設備，逃走藏起來。這站涉嫌貪污甲逃走的案件，即馬橋頭地檢署也甲專案終結。檢方查到齊漢姓林的女朋友甲一位姓林的男性涉嫌做伙協助規劃逃亡，毋過佇選去海外進前就互掌到，即馬攏互按照偷藏情環等等的罪嫌起訴。也那齊漢因為貪污一審已經互判25年，即馬擱再涉嫌棄保潛逃等等的罪嫌，互起訴追究責任。記者綜合報道。宜蘭縣消防局長齊尚義寫懺悔報銷無實在的備案，6月檢方是發動2屆的搜查，局長以涉犯貪污治罪條例50萬交保。這個局長最近申請要退休，也毋過嘛受到外界質疑，縣政府是表示講會依法來辦理。調查人員陪佇咧一邊行出去消防局，宜蘭縣的消防局長齊尚義6月因為消防局加入去懺悔核銷無老實的備案，去檢調帶轉去調查，上後壁檢方依照貪污治罪條例，予以50萬交保。本府消防局局長因生涯規劃且已符合公務人員退休撫恤法的自願退休條件，依法申請退休。齊尚義最近因為人生的規劃，而且符合公務人員退休撫恤法的退休條件，依法提出退休，依照相關的法定程序來辦理。也毋過外界就質疑這個案件就還未偵查終結，齊尚義說大聲提講要來退休，就是為了避免若日後向起訴，就會領袂到退休金。縣府同意退休，並無妥當。啊，若縣府回應，對着齊尚義，也個檢察機關調查當中的案件，調開考質會來審議，查袂到退休撫恤法內底有白當予伊退休的規定。佇咧8位風台災害應變中心會議了後，就無閣公開出現。關務會議大多數攏是由副局長代理出席。啊，若是議員就認為局長來提出退休是個人的權益，啊，毋過縣府應該要先思考，佇咧涉貪案了後，要安怎提進基層消防員的士氣。那我們希望，我們縣政府也要對我們的消防基層的弟兄們，也要對他們的士氣，我們要稍微也做一些鼓勵跟提振哦。根據檢方的調查，齊尚義佇咧消防局核銷無老實的案件，涉嫌佇咧辦理公務參會核銷的時陣鋪報經費，加領公款搬去買一寡酒，甚至是私底下來請人客。專案檢方也閣咧調查。記者綜合報道。來看虛擬貨幣，正做是詐騙集團洗錢的管道。刑事局佇今年1月開始甲銀行業者虛擬貨幣交易所合作。銀行業者就表示講，今年6月一個月就阻擋4000件的詐騙，減少5億5千萬的損失。詐騙的手路是愈來愈濟，一直對時代咧變。根據165打詐儀表板上新的統計，今年6月受理的全國詐騙的案件大約是11000多件，損失的金額超過47億。不過刑事局指出，甲去年6月比起來，受理的案件數甲損失的錢攏有降低，而且政府甲銀行業者合作了後，也已經成功阻擋超過4000件的詐騙。救回來將近5.5億。最新統計呢，今年6月全國的平均每日受理詐騙案件有381件，那財損金額約新台幣1億5680萬餘元，那相較於去年同期分別下降了30%及47%。與 VESP 業者的雙向聯防，還有遠東銀行分行的臨櫃關懷提問與攔阻的機制呢，成功了攔阻潛在詐騙交易已經超過了4000筆，高達新台幣5.5億元。銀行業者也表示，虛擬貨幣交易的速度比匯款甲自動提款機緊10多倍。即馬已經加做詐騙集團新的洗錢的管道。銀行即馬也有甲虛擬貨幣交易所合作，運用 AI 分析，甲反向的口座找出來。
降低詐騙的風險，也會當佇事後甲互人騙去的錢砸落來。各管道第一筆錢進去之後，到第50%筆的錢出去，透過 WASP 的管道呢，只需要花6.29分鐘。換句話說 ，WASP 管道的出金速度已經是轉賬管道的10倍。ATM 管道的19倍。刑事局嘛提醒，目前較常發生的詐騙，同款是假投資、假交友、假檢調。第一名是買物件的詐騙，而且買方甲賣方攏有可能是詐騙集團。若是對方要求離開官方的網站，要求私底下加賴，叫你去提款機操作付錢，先卡一路講有專線糾正。記者季佑基林秀凱台北報道。旅行社飯店會去機場接人客，桃園機場公司是表示講，若用立牌行李佇大廳佔位，影響到旅客通行。8月開始就會來處罰，會罰5000塊到25000塊。接機大廳旅客出口的機場外，定定客真濟接機的人。逐擺若人傷濟，業者就會直接用接機的空板、行李箱，還是個人物品佔位，礙着通行的路線，引發糾紛。旅客對此有無同的看法。如果是長期佔位的話，沒有辦法接受。這個地方是公共的區域，不是他們私人的。那如果你只是短暫的，而不是說一直在那方站的話，那沒有影響到就是民眾的通行的話，其實對我們而言，我覺得就還好。行李箱是沒看過，都有看到立牌站一排的人，就是站在這邊，是真的是有看到。那會覺得動線會影響嗎？還好啦，我個人是覺得還好。桃園機場旅運量今年頂半年超過2578萬人次，偏舊年同期成長9%。如果今年有希望破5000萬人次，創下歷史新高。為着要維護旅客通行甲航廈的規矩，桃園機場公司表示已經發函提醒旅行社配合，後續會繼續加強巡檢。那一直囥袂聽8月份開始會以民航法開罰5000到25000塊。所以他現在要開罰，你們的看法是什麼？他們有他們的考量啊，他們考量，我們當然是盡量配合，也希望說他們有地方讓我們可以接，像國外的，不管是哪個國家，不是都有設一個接機區嘛？那不然來講，怎樣怎麼接機？對不對？你如果說你不給人家擺，那你要有一個地方專門的區域給人家接。如果說呢，能夠給一個比較專門的區域，那用統一規格的接機牌，應該也是一種好的方法。旅行社業者表示，接機人員拄着尖峰時刻，確實一位難求，所以3、5、4的佔位，建議設接機專區，徹底解決通行甲接機的亂象。記者綜合報道。花蓮萬里溪水尾早起變甲真落，民眾真煩惱講出崩山湖敢是要滿出來咯？林保署是指出講，即馬崩山湖閣還未滿哦，應該是昨暗落大雨，水才會遮爾落。目前哦，壩體哦閣愈塌愈懸，水增加的速度是無介緊。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嘛決定講，要先解除紅色警戒。昨天下午還是很清澈，早上看到就變降了。對，可能是溢流了。原本清氣的萬里溪溪水早起變甲落落，林保署解說，這毋是1樓，是甲昨暗山區落大雨有關係。不過下游的居民攏咧問，是安怎水位已經超過林保署預估的1087.5公尺，所以的1樓。應該要給我們確定的那個時間溢流點，因為我們已經等太久10幾天了。湖面的水平面呢高於溢流口，那為什麼沒有溢流的現象？那是不是溢流口的高度呢？數據有錯誤。林保署表示，目前萬里溪崩山湖水位達到1088.87公尺，未溢流的原因主要甲壩體邊啊繼續崩塌有關係，加上山區雨變細，滲漏量變濟，才會遷到1樓的時間。這些零星崩落有可能讓這個壩會長高，但是因為這些長高的位置都是比較鬆散，所以我們沒有辦法，不敢把它變成壩頂高層的一個數值所以我們就是當時定位為那個7月8號所定的1087.5為這樣的一個那個值。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是決定，因為這區落雨的量維持在大約10米里到30米里，加上滲漏量可能會延後溢流的時間，決定先要解除紅色警戒。萬榮鄉跟鳳林鎮的收容的民眾已經收容了非常多天了，所以說基於這樣的一個狀態，中央應變中心決定將這個緊急紅色警戒應變的這個警戒區警戒的燈號
把它降為黃色。貴連城強調紅色警戒解除了，保全後會當回去厝。不過嘛是愛注意，若是閣發布紅色警戒，2點半鐘內愛趕緊回去收容中心。啊，若紅色警戒敢要解除，閣需要觀察6點鐘。記者綜合報道。嘉義縣環路鄉的第18線佇漳中道有一個71歲騎多擺查甫人佇個超車的時，去弄到對向的轎車不幸過往。警方調查，這個騎多擺查甫人有食酒。救護人員趕到現場，要將車禍受傷的民眾送到病院。嘉義縣環路鄉19中道有一名71歲查甫人佇第18線為着要超車來進香，煞去弄到對面車路的轎車。騎車的查甫人受傷上嚴重，送醫無喘氣，病院事後替伊抽血，發現死者酒測的數字超過標準。事故造成機車騎士胸部嚴重擦挫傷，送醫後仍傷重不治，並汽車駕駛未受傷。案經警方調查，騎士有酒駕行駛，已超過標準值。除了阿里山公路第18線進行超車車禍以外，嘉義縣的水上鄉嘛有一名68歲姓沈的查某，騎機車去高速公路，佇內面的車路進行騎要7公里外，這危險的畫面嘛，叫看到民眾囥起哩網路。陳女表示，因不守路況而誤上國道，除依法自擔舉發外，另有涉嫌刑法第184條第1項妨害交通往來安全罪部分，待調查後再移送地檢署偵辦。兩件正向的交通事故。一件因為飲酒進行超車來過身，一件因為路無熟騎去哩高速公路。警方除了呼籲唔通食酒賽車以外，嘛表示愛遵守交通的法令，才袂去影響家己甲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記者林慧婷嘉義報道。國際新聞，過來看，羅西亞今仔對烏克蘭首都基輔等所在發動攻擊，這兩國已經戰4天外了。今仔算是羅西亞發動上大規模的空襲，至少造成18人死亡，有幾10人受傷。路透社嘛指出講，這屆羅西亞發射41粒無共類型的飛彈，佮上100台的無人機，唔但造成真嚴重的死傷，嘛毀掉真儕建築物。烏克蘭首都基輔小連線傳出真大的爆炸聲，羅西亞直接對烏克蘭包括基輔、哈爾科夫、赫爾松諸多城市發動規模上大的彈道飛彈攻擊之一，造成18個人死亡，10多個人受傷。路透社報道，這波攻擊有41粒無共類型的飛彈，加125隻無人機。烏克蘭軍方就講，基輔的防空系統加18粒飛彈砍落來。而且閣加108隻無人機炸落來，基輔的主體大樓、倉庫、超市、宿舍等等建築物互破壞，窗仔門互崩壞去，轎車嘛互爆甲村骨架。攻擊事件發生了後，救援人員佇咧清煙的土質內底超找，閣有一個母親佇咧廢墟當中找伊失蹤的查某囝。烏克蘭軍方就講，羅西亞的飛彈崩幾點鐘了後，一隻載穀物的土耳其民用貨船佇咧烏海互羅西亞的飛彈攻擊，造成6個人死亡。若是土耳其的貨船，烏克蘭閣表示，羅西亞嘛對載紐西的幾內亞比索貨船射3粒巡弋飛彈。烏克蘭海軍聲明，羅西亞當咧釣魚股攻擊完全無軍事威脅的平民貨船。羅戰火進入第5天，面對羅西亞愈來愈濟飛彈攻擊，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要求盟友把進前確定的防空飛彈裝備交予因。伊強調，為了保護民眾的性命安全，炸飛彈是大家攏需要。Дуже важливо, щоб наші партнери розуміли, що відбувається, і що ракети для ППО потрібні нам для захисту життя буквально кожного дня. 羅西亞總統普丁嘛佇咧19甲北韓外交部長崔善基會談。最近這幾天，莫斯科甲平壤佇咧羅戰火當中相關的軍事合作是愈來愈密切，嘛引起美國甲南韓繼續關注。公視新聞新樂報編譯。再來看南美洲的秘魯，當地時間拜六暗時9點半，是連續發生2起規模5.1甲3.7深度，敢若10公里的地震哦，上無造成6個人死亡，21人受傷。因為當地有真濟舊厝，死傷的人數恐驚會閣繼續增加。搜救人員直直咧發失聯者的名聲，希望會當得到回應。7月18暗時，秘魯的地震發生了後，大陣搜救人員隨趕去災區，因為地震過了，當地雖大失電，所以救援工作敢會當勇猛的進行。
秘魯當地時間7月18暗時9點半左右，連續發生規模5.1到3.7的地震，深度攏干10公里。震央是佇安第斯山脈中部的丘帕卡鎮附近。當地烏林大區農業區是重災區，數十棟由傳統土磚甲稻草砌起來的舊厝全部攏倒去。另外，一座16世紀起的教堂甲修道院結構也嚴重受損，救援工作一直到7月19還在進行。Hemos salido con todos mis hijos, mi esposo, todos hemos salido. Fui a su casa de mi mamá, su casa también todo se había destruido ya. Le hemos sacado, apenas le hemos tratado de sacar. 大地震發生了後，陸續已經發生上無12屆的地震尾，其中規模較大的是3.7到3.4，這嘛是互差不多300個人唔敢返去厝，選擇佇體育場過暝的主要的原因。也因為地震是發生佇暗時，真濟民眾攏已經困啦，所以可能也有真濟失聯的民眾互待佇個放棄的厝下底。秘魯民防局指出，搜救工作會繼續進行。秘魯是佇太平洋火寬帶，一年平均會發生400至900外屆的地震，今年目前已經發生450屆，還佇個正常範圍以內。也毋過，這屆的大地震是安第斯山脈中部1969年以來破壞力上大、上嚴重的地震災情。公視新聞景元慶編譯。再來看法國地中海的煙花，昨發生大規模的火燒山，火一直炭燒，山頂的別種嘛險啊燒掉，當地民眾是趕緊撤離。當地官員嘛表示講，火勢範圍大約有180公頃，往來港口的鐵路嘛已經斷去。有港測嘛指出講，佇7月19這日，當地上高溫是到38度，比2-3年前的同一天是懸出11度。高溫甲正打掃的天氣，造成火炭了真緊。過來咱閣來看高雄的後硬溪，18有濟魚仔冰島，水利局人員已經予5棟外死魚仔。環保局是表示講，目前暫時排除工業廢水的污染，因為水質的監測攏正常，所以會閣繼續來調查。行挖過油廠大排水葉，閣會當聞到臭味。里長表示，水利局人員19對這時一直予到暗時11點，到目前為止已經予出5棟外的死魚啊。他們已經做到快11點了，還要繼續再打撈。我是覺得對他們這是體力上也負荷也不了。我說，那先暫停好了，你們先回去休息啊，明天早上再來繼續打撈。雖然烏陰濕雨，環保局唔甲大意，繼續派員監測後硬溪、興中橋、河段甲油廠大排。水色雖然熱了，不過水質 pH 值甲溶氧度攏是正常。他早上起來都這一段清光了，那邊我去看都在旁邊，因為都在旁邊的草叢裡面。以前人大跟中油嘛，中油停止了，然後日月光以前有放廢水，它也整理完了，所以加工區應該的可能性，我認為不大啦。後硬溪前日出現大批的死魚浮佇水面，經過研判，魚群是因為天氣傷熱，水中溶氧度過低來死亡。環保局表示，大排附近攏是人家厝，林務大社工業區的污染幾率無懸，嘛有可能是油廠大排是鹹井水的交界，拄到海水倒溢，水質改變，魚群就較高死亡。環保局會繼續監測水質，加強河面的巡檢。記者綜合報道。台南的將軍漁港去年丹那斯風颱掃過，損斷了真嚴重。8月特別辦音樂節咯，有民眾就怨嘆講，過一冬因的厝嘛是閣會漏水。佇港區邊閣有100多公尺長的欄杆歹去，閣還未修理。漁港所嘛表示講，已經有向中央爭取到700萬的經費，會隨來發包徵收。去年丹那斯風颱重創將軍漁港，過一冬部分設施到今嘛是破，實際到現場，毋那厝頂的厝角有石頭落落來，叫生理人先插幫砸風雨，若無根本無法度做生理，若室內甚至大雨過漏雨，到時鬧人跋倒就袂收煞。即擺周邊基礎建設已經陸續發包處理，毋過港區邊仔受損欄杆煞無動工，承認臨時施工加早咧，互經過民眾看到心驚驚。還要照進度啊！你不是說這邊有比較危險就是這邊的需要性比較重，那他會先做，不可能啊！他還是一步一步來，他現在可以做，你看他就是從4樓，因為4樓、3樓、2樓這樣做下來，第一點他的施工的那個面向應該是比較 OK。所以你們只能先忍耐就對了。對啊，不然要怎麼辦？總關鍵嘛是要老啊，加買了哦。6塊錢。所以嘛是給你先好，老的然後老。第一個來。這條建築物其實已經20-30棟歷史，地方反映內面通全面徵收，上塗骹有的塑膠棒落落去，敢若用塑膠筍先做警示等問題。
舊年風颱對港區造成損害真大，包含漁會拍袂長的厝頂結構、直銷中心的建築外牆、玻璃頂設施攏壞去，因已經甲中央討到經費，準備來修繕。我們也已經做發包，在施工當中。那這個部分預計在今年度的9月底以前可以完工。完工之後可以還給我們的這個漁民跟遊客一個比較安全跟舒適的一個碼頭環境。市府表示，去年風災受損的沿海設施，目前9成已經修理好勢。將軍漁港海期的景觀平台甲100公尺的欄杆，按算9月底完工。港區其他的設施，嘛會佇今年底全部修理完成。另外配合8月初1的音樂活動，因當咧加強場地整理甲安全檢查，確保參加民眾的安全。記者李尚武台南採訪報道。高雄建功路甲大順二路路口部分的人行道，進前因為捷運黃線的工程已經退休將近一半。最近有民眾質疑講，遮打做好的人行道，又閣因為施工，即馬閣只剩一半是真惡行，無障礙坡道嘛無去。高雄市的捷運局是表示講，會來要求包商趕緊改善。好似踩伫咧人行道已經互足矮人行道防壓縮閣較矮。高雄建功路是捷運黃線路段之一，工程正咧進行。建功甲大順二路路口有一寡人行道進前嘛因為工程的關係縮一半。啊，毋過最近有民眾發現路口人行道閣互踩合記管，非常不方便啊！因為前面的人走很慢，我都在那邊推他們，我要跟他說拍誰拍誰。應該說下課時間就是人很多，就會很擠，然後有時候。又會有腳踏車會騎進來，其實感覺稍微有點危險啦。建功甲大順二路路口車本正就足濟，閣因為挖輕鐵高雄高工站過路人嘛袂少，施工的圍籬甲號誌是甲人行道佔甲滿滿是。隨往路邊用護欄留過路人的空間，啊毋過要是會防炸咧，無障礙坡道嘛去用破壞，互民眾煩惱講，安尼老大人甲身障人士二同行。如果手腳好好的是沒關係啊，我是腳剛好開那個膝關節，走路是不好走的。配合連續壁的施作，那我們在上禮拜的時候有去做了 AC 整個路段 AC 的刨鋪，讓這個車道的品質更好，把這個號誌桿然後挪到人行道上。捷運局接到通報了後，就解說，號誌管是頂禮拜黃線工程佇咧施工才刷的。原來過路人的空間去互動起來，是因為某來做的師傅無注意到，即馬已經將物件拆掉啊。因為過路人的空間是配合交通維護措施，所以會看計劃送審的進度做調整。記者綜合報道。彰化縣的花壇鄉因為中東戰爭通過進行經濟紓困金自治條例，一個人會當領6000塊的禮金，計共會發2億6000萬。今仔開始發落，公所是強調講，這條錢是公所的稅收省落來人事費用等等，未影響到財政。另外，煞西鄉的台電的生活福利金額，今年公所嘛提懸到一個人會當領2500塊。公所人員無用咧點錢，甲6000塊的禮金裝入紅包落甲內底。彰化縣花壇鄉因應中東戰爭造成民生物資起價，進前是來通過穩定進行經濟禮金自治條例。8月開始要發放鄉內每一個人6000的禮金，大部分的民眾攏真認同，認為地方財政有剩都應該要有合理的運用。當然是開心啦，天上掉下來的錢誰不開心？政府配有稅金，應該是有存錢。你無就交轉國庫，敢若無發稅稅，你合理。花壇鄉公所表示，公所的各項稅收加上省落來人事費用，財政穩定。扣掉這邊普發禮金開掉2.6億，鄉庫大約各有4億。普發禮金未去影響公所運作。另外，煞西鄉逐年攏有來自台電促進電力發展的協助金回饋給鄉民。今年公所特別加碼，提懸到每一個人2000塊，嘛佇8月開始發放。那我們總共的人口數是15600多人哈，台電的補助的經費大概是1400萬左右。那我們考公所的自籌哈，大概是有2500萬。越多越好啊，越多越好了哈。跟上雙薪好相關的，這是政府給我們的一個生活補助費嘛。我是覺得是這樣，更選舉一點
關係都沒有啦。除了中華花壇鄉、線山鄉、地新地、宜蘭、苗栗等鄉鎮，嘛攏有普發現金的政策。因為今年底是選舉年，嘛有出現這期這是政治操作的部署。不過花壇公所甲線西公所攏表示，普發現金攏有相關的自治條例，也是法院依據，目的是希望減少不計起價對民眾生活影響。記者楊淑晴中華報道。南投埔里是台灣史計閣的故鄉，產量超過全台灣的8成。之前8位風颱掃過，閣落大水後，史計閣水上甲真嚴重，也毋過無法度申請農損的補助，互農民是真不滿哦。今仔農業部閣派專家去現場勘查，會閣來做討論。8位風颱掃過，史計閣嘛受到損害。南投埔里的大埤頂，互人講是台灣的史計閣的故鄉。全台灣有超過8成史計閣攏是遮生產的。啊，毋過農民講，昨年1公頃的地會當收成30棟，今年已經無到20棟。農民怨講，偏偏受到風颱來影響，煞無農業的補助，實在是講袂過。今年產量攏足低，一站攏標迄個30-50粒的呢。好，無緊，咱等下來講。今年啦，迄產量減4成，較低去咧。我知影農民的口中我嘛知影。這種啊，今天沒有處理掉的話，它明天就會爛了。農損的話，我們就今天早上裝的量來說的話，往年可能就只有1-2籃啊，像我這樣裝不到半天就已經3籃多了，還有一些剛剛已經送出去了。因為公布的風災補助，才補助苦瓜受損的部分，引起種史計閣的果農不滿。8月下晝中央的農業部就派專家來視察，到現場來看受損的部分。頂嘛為着農民來講話，希望中央會當同齊補助。種百香果的成本足高，伊無夠好，當收成吼，本錢攏要100多萬啊！你像這像要拼掉啊吼，這講起來這血本無歸啊！這真正。史計閣啊。甲因遮個作物，伊個栽培環境可能有淡薄仔差異，啊，所以咱可能愛去探討到底是啥物原因吼，啊，所以咱嘛是愛專區來看。農業專家嘛詳細翕相，會甲受損的情形早轉去討論。果農表示，史計閣受水傷，損失已經毋知影要安怎估計，才毋望中央會當通過農損來補助，降低農民的損失。記者楊秀蘭報道。為着要保存傳承西螺七崁的武術文化，雲林縣政府開4億8千萬要去西螺七崁的武術園區，按算117年1月完工哦，會來正做是觀光傳承的一個園區。武館師傅功夫真典，甲過去先民為着要開墾守護家園，常常學武術來防盜賊，其中以西螺七崁武術上出名。啊，毋過時代演變，學習武術的目的為保護家園，轉變做強身健體，互真濟師傅要傳承武術，煞無固定的地點。預計8月會來正式來開工，那工期是520間，契約金額在4億8千多萬哦。那我們大概預計在110季1月會來正式來完工哈。已經存在的這些館舍啊，包括了振興社、勤習堂、吳野館，還有鳳山館，都會利用這個基地來培養更多的武術的人才。為着保存傳承七崁武術文化，雲林縣府找適合的場地，選在西螺鎮武樹森林公園邊啊，會起一個西螺七崁武術園區。未來完工了後，會提供武術的展演、訓練甲交流的空間，讓武術文化會當繼續發展。是一個研習、典藏、傳承，一個武術教學，一個文化傳承保留的一個地方，讓我們西螺七崁武術文教基金會有一個新的風貌，在起承轉合當中，這個繼往開來之下，能夠繼續延續下去。西螺七崁武術文教基金會就表示，未來武術園區完工了後，會當做武術傳承基地，嘛會當傳承各派武藝，做一個全台灣有代表性的武術中心，讓本土的武術文化會當代代相傳。記者綜合報道。世界盃腳球賽已經結束，相關的產品嘛袂甲下腳，也毋過活動若煞嘛是會剩袂少貨底。佇北馬基頓有一間工廠專門咧回收世界盃球衫，佮訂來設計，咱做伙來看賣。世界盃腳球比賽是場場滾，北馬基頓這間小工廠內底，車衫的師傅手嘛停袂落來。不一個，伊毋是咧做新的球衫，是甲一領佮一領，原底可能佇咧比賽了後，就互單調的國家隊球衫，改做是 fashion 的狀態。Oni više sad nose na van svetsko, a mi već pravimo kolekciju od te dresovi.
da se spremamo, da kažemo, za posle svjetsko prvenstvo. Ta roba će se slobodno da možemo i da im pokažemo što može da se napravila ta roba već, kao unapred. Umjesto da se koriste stari dresovi, koristimo novije. 這間工廠和荷蘭的工會盤 FC88鬥陣合作，當當職業腳球隊也是國家隊換贊助的廠商，或者是改簽新的服裝品牌的時陣，原底球衫就會佇市場判定要報廢。一般來講，攏會集體消費，啊毋過因甲球衫再生創造，變做是球衫的舊青。Ako mi objasniš da postoji 20 milijuna komada tekstila što stane posle ta cijelo svjetsko prvenstvo, tek onda shvate ljudi koliko je ozbiljan problem što ima i da nudim mi neko rješenje za to. I mislim da su oni to dobro prihvatili do sada. 業者帕維奇就講，所有第二擺創造的產品，攏經過用心設計製作，保留原底運動衫特殊的設計甲想法，甲獨獨干那球隊的記號。畫面當中，這個大卡網就要用3領球衫才做會出來，細卡網就要用2領底褲，帽仔就要用1領底褲。Zato mi je mnogo lepo da se vide da gledamo da koristimo detalje što su njihovi, znači ovo što je te 3 boje što se koriste u shorts se vrati nazad u kačketi isto. 這間工廠今嘛有7個員工，逐個月做3000項產品，其中大部分出口去荷蘭，再個銷去歐洲。因甲這體育比賽了後，廢棄的物件創造出新的循環經濟價值，員工嘛感覺真驕傲。公司新聞是會長編譯。下晡的天氣來看各縣市詳細資料。北部地區上低30度，上懸35度；中部地區上低30度，上懸34度；南部地區上低29度，上懸34度。東部地區上低30度，上懸33度；外島地區上低28度，上懸31度。再來看未來3天的天氣。感謝觀眾朋友收看公視台記台下晡新聞，我是陳淑君，明仔載下晡3點，咱再會。